少林寺不接待旅客，还请施主留步。还请小师傅告诉方正大师，就说日月神教人影前来拜山。少林派与日月神教素无瓜葛，不知圣姑驾临有何贵干？求方正大师以易筋经救令狐冲一命。易筋经是本派的不传之秘，寺中习练者寥寥无几，怎可轻易传给外人？只要大师肯救他性命，任盈盈任由少林寺处置。阿弥陀佛。任施主自愿在少林寺诵经礼佛10年，还江湖一个太平。老衲替天下苍生在这里谢过施主了。应该是我谢大师不杀之恩。佛门弟子怎敢妄造杀孽？施主言重了。令狐冲怎么样了？施主放心，我方生师弟以少林九阳功镇住了他体内寒毒和一种真气，性命已无大碍，只是还未苏醒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令狐冲的易筋经练得怎么样了？令狐冲，令狐冲伤势这么严重，你就让他走了？令狐少侠执意要走，老衲也不能强人所难。阿弥陀佛。你救不了令狐冲，咱俩约定作废，你还拦着我干什么？当时施主和老衲的约定，
老衲以易筋经治令狐少侠的伤，你答应留少林寺10年，可对？不错。可是现在令狐冲并未修习易筋经。令狐少侠不肯学，并非老衲不肯收。你。前辈，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！摘了些野果给您下酒。来，晚辈陪你喝一杯。你身为少林高僧，你还跟我一个小姑娘耍赖皮，你也不害臊。施主位高权重，浑身戾气，还是留在少林寺修身养性的好。方丈，你抬举我了。若说凶残和势力，我哪比得上东方不败啊？东方施主凭一己之力重振日月神教，是不世出的英雄豪杰。只是如此一来，正邪战火重燃，天下百姓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那如此说来，应该把东方不败带入少林才是啊。老衲早有此意，只是东方施主行踪飘忽，就算请到他也未必肯来。方正大师，不如我把东方不败叫来，让你度化了他。这样日月神教和武林正道握手言和，岂不是功德一件？施主当真能请到东方少使来？我跟他一起长大，他对我言听计从，我这就去黑木崖把他叫来。且慢，不必劳烦施主，施主修书一封，我命人送到黑木崖即可。阿弥陀佛。小朋友，有心事啊？想起一位宏源知己，恐怕此生无缘再见了。好香的酒啊！你就是令狐冲？两位找在下何事啊？听说你勾结魔教妖女任盈盈，盗取辟邪剑谱，绝无此事。休要狡辩！华山岳掌门已经通告我们，见到叛徒令狐冲，格杀勿论。今日我们兄弟二人就要为武林除害。前辈，多谢你的美酒。令狐冲性命在此，有本事尽管拿。
别